有50多年的新竹市东门市场，因过是北部地区正出名的市场。不过最近这20多年是渐渐收落去，生意也受到影响。即阵新竹市政府准备要进行改修的工程，希望加强安全性，环境也变较舒适。老商品内底老赖画面，即马早就已经看袂到啊！新竹市东门市场有50多档历史，过去是在地人上爱来买物件的所在，无论是果菜、日用品，啥物拢有。不过随着时代改变，过去人客满四山的场面已经真久无看到啊！人山人海。以前过年的时候，菜卖，菜一直在一直卖。现在呢？现在2、3只小猫啊。对，以前的状况是人挤人挤不过去了，可是这样没落已经大概有20年有了啦。因为建筑物老旧，市场常常有漏水甲停电的状况。因为安全顾虑，最近计划要修整改造，希望老市场会当搁再兴旺。这个建筑也是很久了，已经差不多40多年了，变老旧，然后那个会漏水。我们期待在这样的一个再升级工程，给它更安全、更舒适，给它下一个50年的风华。东门市场捌在1977年改建，变做地面3站、地下1站的大型市场，佮引进全新竹市第一台电楼梯。不过久来较欠修整，在地真侪摊商、店头家对这摆的改造有真大的期待。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。